如果你係 ADHD 小朋友嘅父母，你可能好耐都冇試過，淨係坐喺度，乜嘢都唔使做，乜嘢都唔使理。今日我想邀請你，畀自己一個好簡單嘅禮物，一段完全屬於你嘅時間。我唔會教你點樣教仔，唔會講任何技巧，只係一齊坐下，呼吸下，同自己嘅內在聯繫一下。你已經做得夠好，夠多。今日只係想唞下，請你揾一個舒服嘅姿勢坐好，或者瞓低，雙手放鬆，盡量去調整一個自己最舒服嘅姿勢，然後輕輕合埋眼。如果你唔想合埋眼，可以將視線集中望住前面地下嘅一個點，放鬆你嘅眼皮，將一隻手輕輕放喺心口，感受下手心嘅溫度，慢慢吸氣，知道自己喺度吸氣，慢慢呼氣，知道自己喺度呼氣，唔使用力，唔使去控制佢，只係感受下呼吸嘅自然節奏。吸氣，呼氣，如果個腦入面有諗法飄過，關於個小朋友嘅，關於聽日嘅，關於任何嘢都好，唔緊要，只係望住佢飄過，然後溫柔咁樣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，吸氣，呼氣，你喺度，你安全，
你正在休息，將注意力帶去你嘅膊頭，感受下膊頭嘅重量，然後輕輕同佢講聲，你可以放鬆。將注意力帶去你嘅背脊，感受下背脊俾椅背或者床褥承托住，你唔使自己撐住。將注意力帶去你雙手，你可以嘗試下握實個拳頭，然後慢慢放開，又再握實個拳頭，又再慢慢放開。感受下手掌放鬆嘅感覺，將注意力帶去你雙眼，你感受到個眼皮輕輕合實，對眼休息緊，亦都好放鬆。將注意力帶去你嘅心口，感受下心口隨住呼吸輕輕起伏，每一次呼吸都會帶走少少攰，你成個人被溫柔咁樣承托住，喺呢一刻，你咩都唔使做，淨係休息。而家將你嘅手放喺心口，感受手心嘅溫暖。你可以淨係聽，或者同我一齊感受。你已經盡咗力，而你今日仲喺度。你每日都面對緊其他人睇唔到嘅挑戰，而你仲喺度。你愛你嘅小朋友，你嘅小朋友
都好愛你，只係有時大家嘅表達方式唔同。你唔需要完美，只需要真實。你值得休息，值得對自己溫柔。呢一刻，你喺度，你安全，你唞緊。呢一啲說話，好似溫柔嘅水咁樣，慢慢流入你嘅內心。同自己講一句祝福：願我平安，願我輕鬆，願我善待自己，願我今晚瞓個好覺。將呢一份祝福送畀自己，就好似送畀最好嘅朋友一樣。我哋即將完成今日嘅練習，將注意力帶返嚟，慢慢喐動下啲手指、腳趾，慢慢擘大雙眼，用你自己嘅節奏返嚟。你做得好好，今日你為自己做咗一件好重要嘅事，就係休息。聽日需要嘅時候，可以再返嚟呢度休息多一次。加油！